自我實現100日挑戰第63日。哎呀，我日喊，我要被開門，我要走開，拜拜。今日我好早起身啦，我唔係啊，我係半夜起身，跟住咧係咪阿仔翻學之後先瞓翻？有同朋友 connect，然後有遇到一件好有趣嘅事，就係咧冇嘈住，就係咧阿仔嬲咗個朋友，然之後咧唔同佢一齊出門，但係唔同佢一齊行，但係點知遇到佢，好好玩。然後大家玩得好搞笑，然後咧到放學咧，然後問個同學仔接唔接阿仔放學，佢唔夠膽去，驚阿仔唔開心。然後再有夜晚阿仔無端端話已經原諒咗佢，不如去佢屋企玩，實在好搞笑。然後同學學輸到，結果我輸咗，所以聽日我要執鬼。如果贏咗我就做課啦，做課程啦。好啦，自我實現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好玩。如果中意，記得 share 同留言啦。